来看由38个新北市高中小学生组成的新北市立少年合唱团，最近在2024年纽西兰第13届的世界合唱大赛摕到金奖的好成绩，麦当比2026年的冠军赛哦。因伫台顶唱一条台语歌《猫仔》，嘛互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。 为着要让观众感受到猫仔掠鸟鼠的刺激气氛，学生用轻快响亮的歌声配上猫仔掠鸟鼠的动作，唱出来这条台语歌《猫仔》，让听众听到嘛感受到猫仔掠鸟鼠的刺激。因是新北市的少年合唱团13拜6的时，伫纽西兰参加世界合唱比赛，演唱这首台语歌曲，让世界听到来自台湾的声音。那为什么会选择猫仔呢？是因为世界合唱比赛是很大型的国际比赛，那他们希望把台湾的本土语言带上国际舞台，让全世界都可以体会台湾本土语言的魅力。 新北市立少年合唱团顶日第4摆去参加世界合唱比赛，摕到金奖的好成绩，嘛争取到2026年冠军赛的门票。因前3摆嘛捌摕过金奖甲银奖的好成绩，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台湾人6档无参加比赛。这摆去纽西兰参加2024年第13届世界合唱比赛，共款替国家争取光荣，摕到好成绩。 新北市少年合唱团是新北市的市属艺术团队哈，然后历年参加世界合唱比赛成绩都不错。那因为受疫情影响，这一次是睽违6年后再一次去参加世界合唱比赛，到纽西兰跟世界各地的团队一较高下。那这次也获得公开赛的金奖，那并且也拿到下一次进军冠军赛的门票。教育局表示，这摆总共有38位新北市国校甲国中的学生。 代表新北市去参加比赛，伫比赛进前，学生的心情拢真紧张。不过，伫咧成绩出来了后，因则总算展现出囡仔的活力笑容，嘛一定欢喜咧期待2026年的冠军赛，嘛会当继续摕到好成绩。记者陈阿选林玉凯台北报道。